女歌手銅獎。女歌手三甲，銅獎呢個歌手識咗佢好耐啦。我知道對於佢嚟講，唱歌唔係一個比賽，就算係比賽都唔係佢一個人嘅比賽，係佢一家人嘅比賽。佢一家人唔止佢爸爸，唔止佢媽媽，仲有好錫佢嘅 fans， 仲有音樂人。好早喺佢嘅 poster 喺個唱片裏邊已經見到佢一家人同佢影一張相。我自己都好想成為佢嘅一家人。今年佢呢一家人仲大咗，多咗一班嚟自台灣嘅一級舞台劇演員。一家人比賽，何韻詩。何韻詩上榜歌包括《出走太平洋》、《清空》、《拋磚引玉》、《花花》及冠軍歌《In the End》、《痴情事》。大家好。其實今日好多感觸，好多嘅感動。今年我嘅第一首嘅冠軍歌叫做《In the End》，喺呢個歌嘅歌詞嘅第一句寫咗係 home， 即係屋企。我從哪裏起頭？我覺得喺好多年前，我由呢個地方去出發，揭開咗我一個好精彩嘅一頁。呢個地方你講得好啱，其實已經成為咗我嘅屋企。呢一個樂壇對我嚟講係一個除咗我自己屋企人之外，另外一個家庭嚟嘅。雖然喺呢個屋企呢，我好似一路都係飾演一個好反叛嘅小孩嘅角色，成日會為其他人帶嚟好多麻煩啊，為我嘅唱片公司帶嚟好多麻煩啊。我對呢個屋企可能又有好多嘅睇法。當其他嘅兄弟姊妹佢哋即係好乖咁樣去做佢哋嘅自己嘅事嘅時候，可能我會講好多令人哋唔舒服嘅東西。不過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其實就算我哋呢個地方有講過有啲咩嘅不同嘅意見或者唔同嘅即係我可能呢個地方令我呢個樂壇令到我有曾經想放棄過，但係其實所有我講嘅説話都係出自一份嘅愛，我對呢個地方嘅愛。我亦都好開始明白到，其實無論我哋每一個人，雖然我哋嘅崗位唔一樣，我哋嘅方法唔一樣，我哋採取嘅角度亦都唔一樣，但係其實我相信坐喺台下嘅每一位朋友，無論係唱片公司，無論係歌手，無論係電台嘅所有嘅單位，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其實都係希望可以用我哋自己嘅方法，令到呢個地方，我哋呢個家更加好，更加美麗，更加有一個動力。而其實我喺呢個電台得到嘅第一首嘅三甲歌呢，喺10年前叫做《光榮之家》。我好多謝呢一個屋企容納咗我嘅短處，亦都接納咗我嘅長處，接納咗我呢一個咁麻煩嘅性格。雖然我唔知道日後嘅10年、20年我會喺邊度，我唔知我會喺會唔會繼續做歌手，但係我好相信我去到邊度，我無論係做緊乜嘢，我都可以話俾大家聽，我係呢一個香港樂壇孕育出嚟一個好驕傲自己係香港歌手嘅一個女歌手。今日其實呢個獎呢個女歌手嘅獎我已經有好幾年冇得到過。我今日好多謝叱咤903俾我有呢個機會可以喺2012年嘅1月1號上嚟呢度講呢一番說話，亦都好多謝我嘅唱片公司所有錫我嘅人，佢哋對我無限量嘅支持。
最後我好希望喺我呢一個第11年嘅開始，去多謝我嘅父母親，仲有喺我天上面嘅一個永遠都咁愛錫我嘅一個師傅。希望我呢10年冇令你失望。多謝大家 ，Thank you。唔緊張點會一家人，何韻詩。